遙遊。莊子。惠子謂莊子曰：魏王疑我大戶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以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否之以為瓢，則戶諾無所用，非不囂然大也。吾為其無用而否之。莊子曰：夫子故絕之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均手之藥者，世世以平辟曠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100金。追逐而謀曰：我世世為平辟曠不過數金，今一朝欲寄100金，請預之。客得之，以說吳王越有難。吳王使之將，東以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，能不均守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於平辟曠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此有5石之瓢，何不類以為大樽，而浮於江湖，而憂其戶諾無所用，則夫子猶有朋之心也夫！惠子謂莊子曰：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書，其大本臃腫而不中成墨，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徒，象者不顧。今子之言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莊子曰：子獨不見離生乎？悲生而復，以後傲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重衣機辟，使衣罔枯。今夫離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樹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木，何有之香，廣莫之野，堂皇乎無為其則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筋乎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